日头要讲叫我声响，咱的故事重新开始。昨日烦恼拢放落去，今日的路希望的光。逐天充满期待，予心内有春天，予目睭有笑容，予未来有希望。行伫黄昏路，看日头落山，听着鸟仔声，细声咧鼓励。人生的路途，一天一天行，暗总会散，天光总会来。逐天充满期待，予目睭看遥远，予双脚方向，予心肝有勇气。要讲鸟仔声响，咱的故事重新开始。昨日烦恼拢放落去，今日的路希望的光。逐天充满期待，予心内有春天，予目睭有笑容，予未来有希望。校际学校，来，台湾先生，有人讲过讲，线山很像是一个台湾周边的概念。那有人讲，线山很像是一个户外民主教室的概念。那有人讲，他们觉得线山很像 sacred 神圣之地。那到底你们觉得圣山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等下大概参观过后都慢慢去体验这样子。那咱先为这个所在开始导览。咱今麦看到的这叫做民主广场。那这个广场有12座纪念碑。那主要也是要做这个传播历史的工作，因为很多人做过去对台湾做最重要、最感动人的代志，可是我们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或不知道。那我希望讲透过立碑这个过程，然后追思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复习它，一直记忆它。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吐蕃人就是以前比较常听到的西藏人，他们如果自焚了，中共会把他们的尸体抢走。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的纪念活动，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些事，全部都盖起来。所以我们重点就是我们要抵抗这些威权，就是要让这些历史一直传承下去。咱首先以这个纪念碑开始吼，来向后转。嘿，嗨，我来开始讲。我看得入名。这个就对，这个是唯一用这个台语文写的纪念碑，这个是台湾南社郑正玉社长他的纪念碑吼。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郑正玉这个人？吼，有一些人点头，有一些人今嘛才开始婆被怎样安尼吼。他其实是台湾学一个最重要的推动者。什么叫台湾学？就是学台湾。伊希望讲台湾人住伫这个土地，你应该知影你的历史，不是啥物拢唔知。但哪时候去到美国，你问西雅图的一个小学生，为什么你们这里叫 Seattle？ 他说因为以前我们有个酋长啊，他把地卖给美国人，那他的名字叫西雅图酋长。可是他卖给他，希望说你对待这块土地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保护他等等的。那郑正玉老师一直都是站在这个概念，然后推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标题是讲教育是上软，却是上强势结果工程。嘛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说，教育不只是教育，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深层的文化或者是政治意识。那这样讲，然后李建友老师，伊是47帮的，都是1947年出世的。大家可能听过47帮的，嘿，像李建老师他也是47帮，1947年出生的，伊是高雄的家庭人。伊先后吼。因为伊感觉讲这台湾人对台湾认捌较少，所以他先后成立了台湾南社，还有这教育台湾化的联盟。那伊伫上都是去大家的建户或者是国中小游说，希望说把这个台语
或者是这些本土化教育列入他们的教材里面，这样这些国中小的小朋友才可能在这些教育体制里面更较有机会接受到这些代志。然后其实已经离亚已经足侪年啊，10几年。可是跟班只要讲到有这个台湾主体教育，还是母语的这些活动爱宣传，还是爱去游说，他都会觉得说，伊应该爱抛开这些痛苦，然后去做这些宣传的代志。所以伊的一生拢是奉献他台湾，然后特别是推动台湾教育台湾化，爱台湾化的这个代志。所以这是陈建佑老师，咱南部最重要的一个男社很重要的推手，对。